區裡頭，我們有一個福氣號是跳島的一個小旅，可是沒有直接到澎湖，你就必須仰仗，有時候到布袋去，有時候到高雄去搭郵輪才能直接到澎湖。未來這邊弄完之後呢，那這個地方就會直接到澎湖去。我們這次的浮動碼頭的部分，包括遊艇、漁船都可以直接來這邊，就有效能的去做處理。過去的浮動碼頭狀況比較不好，那大概只容納40台，那這邊可以容納60台，又比較新穎。配合整個將軍漁港的部分，我們這邊也做一些規劃。我們會希望把土地變更完之後，包括旅宿業可以進來，包括一些那個觀光旅遊業可以進來，那可以活絡這個地方。所以從土地解編到漁港的整治，都是希望說將軍港未來能夠，不要只是封閉性的一個小漁村的漁港，變成一個大開大合觀光性的漁港這樣。因為去年的這個風災導致我們原來這裡有2座浮動碼頭就都被摧毀了，所以我們有去跟中央去爭取經費，來做了3座這個碼頭。第一個是它是能夠讓我們的這一些漁業的活動能夠持續進行。那第二個是因為這個碼頭變成是它是浮動式的，所以它可以不受潮汐的影響，讓我們漁民要上下這一些貨物能夠比較順利。第三個是其實它整個的穩定性及它的抗浪性做比之前的碼頭更好，提供更安全，整個比較美觀，這樣子對於我們港區的環境改善也是有注意的。從將軍港到澎湖的鎖港是最近的海運距離，所以要到澎湖本島或是澎湖的南方四島，從將軍港出發是一個最短航線的一個港口。一個交通船的開通，可以帶來一些遊客駐足在當地來做消費。以後規劃就是夏季每天最少1個班次，冬季視海象狀況行駛。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3、2、1，請剪彩。大家知道這個浮動碼頭其實在有潮差的地方，浮動碼頭最好用。那我們將軍漁港離澎湖啦，或離一些外島，其實都非常方便。所以呢，我們很期待這個浮動碼頭將來能夠再重新打造將軍成為一個旅遊觀光的景點，就像安平一樣。非常感謝水利署這個水資源署南區分署的這個我們的這個補助了8400萬，能夠讓這個浮動碼頭工程呢得以順利。我們每年在將軍港漁港這邊有將軍吼，但是除了將軍吼之外，我們有更多地方觀光活動即將展開，所以歡迎大家一起來將軍，而且連城周邊包括北門的真亞卡，還有包括將軍的生命樹，還有包括七股的西湖，這一連串都有非常多的景點值得你來。所以你只要來將軍，那很多地方都是一連串的玩的休閒娛樂都非常方便，歡迎大家一起來將軍漁港哦。大家好，我是陳碧純，歡迎收看7月30號禮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地監油的風波持續延燒，咱台南市嘛查處21間學校受到影響。在議會食安專欄報告當中，議員除了追究責任，要求愛不時調查以外，對着一級地監物本片皮自主檢驗力不足的問題，嘛要求市府愛編列預算，增加檢驗中心的儀器甲量能，好民眾會當食了安心。面對地監油品事件，台南市會30號上午食安專案由副局長趙清惠帶隊，專職單位衛生局長進行報告，都希望重新恢復民眾食的信心甲安全，唔通衝擊美食之都的觀光。議員會中除了檢討第一時間教育局校方油品清查有出入，甲後續的應變作為，對着一級地監物本片皮的自主檢驗力不足，呼籲市府編列預算，增加實驗室的儀器甲量能。咱若要家己有設備，出代志你驗攏驗袂得啊！學生囡仔食咧巴肚食只去，你頭講無啊？所以蔡總統咧罵就是講，你頭啊根本就局長咧唔對。那無迄個必要，你袂先就公布講無半斤，
啊，尾也去互掠出來，給咱有氣的嘛。咱若家己有，咱唔免靠別人。我們一定要事前去做這些動作啊！你別當到中央給咱下達命令的時陣，咱才來做嘛。因為畢竟這個獨有的事件已經發生了，所以我們必須在更快的速度去把所有的，不管是上游廠商、中游廠商、下游廠商，那必須要把所有這些資料給提供，建議提供給咱去檢查。我們不管是源頭管理啦，現在有一個重題。就是說源頭的部分，我們要求廠商自主管理。可是在這次中聯油事件裡面，你會發現一件事情，他其實自主管理，他自己自主的去這個南橋這邊有去檢驗出來了。可是他們檢驗出來的時候，他們一直對實驗室裡面的這個檢驗有一個問號。對，他很擔心說會不會有通報了，結果是一次錯誤的實驗，所以他們就說他們要複驗。面對台南日後是維持委外檢驗，還是家己精簡實驗室擴大測驗？衛生局表示，也是要考量檢驗儀器甲營運成本的詳細評估。不過會當確定是將製出源頭管控、製油品管、風險管控等3管，以及辦理食安演練較重要。現在規定他們每一批都要查。都要有油，所以我們會做的是什麼？我們一定會去看你的實驗室有沒有每一批都有檢驗報告。第二個，你一定要留樣品，你的樣品我們也要去抽啊。萬一你每個檢驗都說你自己正常，那所以我們的實驗室也會拿這個它的樣品回來去。當然送的話不是我們自己建實驗室，我們還是送第三方公證。其實送第三方公證也有一些好處啦哈，就是說，第一個就是說他們是專業，只做這個，所以他們的能力或者這些是很可以被信任的。第二個，因為這個有第三方公證，也可以避免認為說我們是不是跟這個私人的單位，我們是不是又認為說我們跟他們又有什麼不正常的關係？可能他用不好，我又給他暗砍。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說有個公正檢驗單位。面對重大食安事件，議員無分哪裡，只問健康，更希望報告唔通淪為形式，而是持續精進為民把關。台南新聞軍籍張偉忠採訪報道。每當爆發重大食安的事件，政府就會推出安心標章。這款的做法雖然在短期內會當輔導業者自主管理。不過，民眾也是會煩惱，後續若是無嚴格調查，嘛是無效。議員在食安專案報告當中，就提出檢討，要求唔通流於形式，愛讓民眾真正會當食了安心。而且現主時又閣傳出有烤地油驗出苯片皮超標，所以衛生局嘛將擴大油品客載項目，並且變成常態性的檢驗。油品事件以後，台南市率先全國推出安心標章，希望輔導業者先選擇自主管理無用有問題油品。不過，因為標章認證嘛不是全面檢測合格，後續政府也需要抽驗，所以議會食安專案報告，議員紛紛質疑推出安心標章，民眾敢真正安心。現在看到不管是什麼胡麻油啦、苦茶油什麼等等的一些油品，我們當然對於這些大廠，我們要積極的採驗以外，針對這些中小型的業者，我們的做法當然局長也講了很多，但是我覺得民眾還是有一些擔心，然後尤其你剛才說，可能今天又有這個苦茶油哈，會有被公布的狀況，然後所以我覺得就是針對當然我們未來哈，其實食品安全這件事情是零容忍吶，吼，一定要做好這些把關的動作。你一個標章，大家議員的服務處攏囥，只要是店家來個會當摕，大一張單，迄張單是代表政府呢。這個換來是啥物？我們希望他們還是自主檢查，所以是你自主檢查，你換一張標章，你是跟誰交代啊？你們這個安全標章的公信力究竟如何？也就是說，你剛剛有講，個報告時有講，你安全標章貼了，你們還是會去做檢查。對。但是有沒有可能你的安全標章跟你檢查出來的結果是不安全的？這個不可能。安全標章的部分，因為在每一個問題有的批次都會陸續做公布。那我們也希望是說，最主要是下游的販售業者，它並不是在我們製油廠的
批號檢查的這個對象，所以我們希望他先做自主管理。那我們會組成一個聯合的稽查小組，包括我們的衛生局、還有消保官以及經發局等等的這些成員，依照我們安全標章的張貼，還有他批次號誌的一個公布，再進行所有的複檢工作。面對地檢油品的風波延續，在專案報告前，台北閣傳出有新的課題油被驗出苯偏比超出標準。對此，市府強調，日後就是擴大油品項目的稽查，成為常態性的經驗。現在台北市今天最早有發現永豐餘所製造的這個苦茶油裡面含有一些檢測的部分呢會不合格那不合格的部分，我們因為它大概是900多瓶。900多瓶裡面有500多瓶是放在倉庫沒有賣出去，所以應該是只有剩下200多瓶的這個苦茶油，所以應該已經處理結束了那我們還是會針對現在在販售店裡面尤其是議員剛才所關心的我們的這個安全標章，我們也會特別把這些可能的有疑問的批號放在這個標章的複檢項目。也就是說，我們會再去抽查，如果你在販售的過程裡面有這些批號的油，不管是苦茶油或者是中聯其他的一些批號，我們都會要求它下架。那這個安全的標章，我們也就不讓它做張貼。當政府制度無都有效遏制不法，民眾就無都完全安心，隨即假扮公權力對源頭把關。台南新聞軍旗張偉忠採訪報道。台南市政府到底敢有偷換市徽呢？最近引起關注討論。到議員參選人質疑黃市長在卸任進程經換市徽，甚至批評浪費公堂。台南市政府發言人田玲湖就表示，市府這屆推出的並不是新的市徽，而是全新的城市辨識系統，和官方市徽的定位甲功能攏無同，這兩項並無存在取代關係。以台南的南以及英文字 N 為核心，流動線條呈現台南順水而生的城市脈絡。這個 logo 在網絡頂端引發網友討論，這到底是不是新的市徽？因為即馬的是以台南的南為主意象，已經用了10多冬。大概互考生樹網啊，也毋過是一個查證官方資料了後發現，台南市政府並無換市徽，網絡頂懸傳的圖案其實是台南城市品牌識別系統主視角，甲市徽完全無同。原來這個識別系統2年前就做好了，然後只是他偷偷的、私底下的要求各單位慢慢的去做更換，這樣的一個多頭馬車，你要相關單位如何去follow， 如何去使用呢？市府在市長黃偉哲卸任前的4個月，公布花了250萬建立的城市品牌，但又說這不是市徽，那這個品牌的意義在哪裡？在野黨批評黃偉哲市長卸任進前換市徽，質疑是不是浪費公款？台南市府表示，是經過長時間收集各界意見，持續修正了後，才正式推出。目前作為文化、觀光、城市行銷以及國際交流的重要識別。第一個呢，台南只是推出新的城市識別系統，並沒有要因此而換掉舊的市徽。第二，市府不會為了換而換，不會為了換掉舊市徽而刻意的去拆掉任何的設施，絕對不會浪費公帑。那新的城市識別不是為了取代市徽，而是一套提升城市形象、強化國際辨別度的一個品牌系統。市府強調，兩個 logo 功能無同，未來嘛將配合實時維修、太古換新、新建工程以及新製作文宣電視機，道道倒立新的城市識別，未過另外開錢，而且新的識別會當運用在各類市政場合，陸續啟用以來，得到儕正面回饋。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一位90歲老太太因為正邊髖關節嚴重退化，長期痛痛影響日常的生活，經由安南病院進行人工的髖關節置換手術，佮搭配手術後加速康復的照護流程，結果不止手術動工就會當落眠床行路，行動力提升，而且痛痛的問題也明顯改善。台南市立安南病院院長林勝澤表示，隨着台灣邁入超高齡的社會，退化性髖關節的疾病
已經成為個人族群的痛痛、跋倒、甲着失靈重要的原因。未少的長輩因為煩惱年紀大、把水甲着手術的風險等，一直唔敢來接受治療，造成生活品質大幅度來下降。現在病院導入ERAS手術後加速康復的整合照護，有着麻醉、骨科甲着復健團隊跨專科來合作，打造更加完善的手術後照護的流程。和一名90歲的婦人，在完成人工的髖關節手術以後，當天就用個樂眠床來行路。高齡開刀現在已經不是禁忌的，那當然要先經過專業的評估，包括心臟科、包括麻醉科，就是各個的大家的通力合作，才能達到更好的結果。好，那我們在這樣子的適當的一個就是組織的一個破壞下。那減少這樣的組織破壞，然後再給它適當的修復回去，其實可以達到很好的病人的一個恢復功能，然後也能減少適當的一個疼痛。那這樣子病患恢復才會再更加迅速。衛福部在推這個 ERAS 以樂視這個東西之前，其實我們很多骨科醫師都有在做這樣子的一個就是術中的一個止痛跟術後的止痛的一個部分，所以其實。包括我們長庚的師兄弟，包括我們整個關節重建醫學會的很多前輩們，他們其實都很早就在做這件事了。所以很多病人，他們甚至3天就讓他回家這樣子。對，所以我們現在已經越來越朝國外，因為國外的人工髖關節置換手術跟人工膝關節置換手術，基本上都是門診手術，當日回家。骨科醫師許俊成嘛強調，微創的關節置換技術目前已經相當的成熟，甲着傳統的手術比較起來，破壞較少，恢復嘛較緊。類似這名90歲的婦人，佇咧痛痛4天來，外面的醫師攏無建議伊來開刀，即擺佇咧安南病院完成手術，嘛互伊會用咧重新擱再徛起來行，恢復了日常的生活。因3、4年的痛苦吼，實在吼擋袂過。迄個這病攏燒甲攏吼。真算康復啊，安尼啊好。啊，即擺安尼吼，我意思講是咧，甲我安尼手術安尼吼，我吼攏記佇心肝內，若創啥個就講看醫師吼誒，啊，甲咱遮個迄落醫生團隊吼。啊，甲護理師小姐安尼哦，我安尼甲伊感恩，吼，互因會修，因甲我修好，阮才有即個健康啊。醫師強調 ，ERAS 並不是單一的治療技術，而是一套跨團隊合作的整合照護模式，透過各專業團隊共同的合作，提供患者更加安全、有效率的醫療照護。未來安南病院將持續推動 ERAS 照護的模式，應用在個較濟手術領域，協助患者縮短康復的時間，提升生活品質。台南新聞李英根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台南市會跨黨派議員共同召開記者會，宣布成立族裔福振連線，並且提出台南市成做台灣的台語首都市政計劃，希望依據國家語言發展法第12條，透過市府甲議會合作，推動將台語列為台南市的通行語言。
台南市長黃偉綽、議長柯麗麗發出口號，要讓台南成做台灣的台語首都。議會跨黨派成員經聯署成立藍營族裔互進連線，計劃由成功大學台文系主任陳麗君、甲民間團體台灣官方語言制定會議鎖定，希望各界共同支持本土語言政策推動。台南市會使來宣示做這個台語首都的時陣，會使為家庭的這個母語家庭，一直到學校，一直到社區，甲咱這個官方的這個系統來成做一個系列的一個連線。甚至咱議員佇個議會咧質詢的時陣，攏會使盡量來用台語啦，咱會使互台語慢慢啊，唔通講敢若就是佇個一寡較正式的場合，攏無用台語，攏一定愛用國語。市政府愛有專款吼，針對這個族語福建的專款，啊，閣愛成立專職單位，吼，愛負責吼這個全面的這個福建的計劃。倡議團隊表示，台語通行語政策唔單是保存母語，更是重建在地文化自信的重要工程。未來將建議設立台語通行語推動辦公室，由公部門帶頭打造浸水式語言環境，甚至整合台語文學、影視、文化以及相關產業資源，朝向世界台語中心的環境邁進。我們是只有在網絡上學習而已，所以我們的日常生活上是沒有學的機會。可以一起活動的話，我們的台灣的生活是越來越豐富的。現在大家攏講華語嘛，所以囡仔就開始互伊接觸有這個環境是真重要。根據行政院人口普查資料，台南市使用台語的人佔比達86%，不過受到過去語言政策影響，世代傳承出現斷層，因此需要政府透過制度化措施支持。會中台南市長黃偉綽承諾，一定會全力配合跟努力，讓台南成為台語的首都。台南新聞總台採訪報道。台南市南區志凱實驗小學9月份開學，將有新的校舍。市府教育局甲學校佇個日前舉行老舊校舍整建工程落成啟用典禮，由市長黃偉綽親身主持。甲地方民意代表、學校的師生以及社區的居民共同見證。佇志凱實驗小學學生熱烈的固定表演，為校內北平老舊的校舍整建工程的落成舉行啟用儀式，由着市長黃偉綽親自主持，包括教育局長陳昇輝、校長王彥祥以及多位的民意代表、甲着議員參選人，攏共同出席來見證。3、2、1，請啟動！讓我們掌聲鼓勵！這麼美的學校，這麼好的學校，我們祝福他。其實志凱實小是有歷史、有傳承，而且非常好的一個學校。那可以提供周邊的民眾，他們的子弟可以來這邊就學。那預期未來能夠有更好的一個方式，提供能夠有這麼好的新教室，大家新教室裡面能夠讓我們同學有很好的教學環境，那相信對學習一定有幫助。同時，新的學年度我們也有這個 AIPC 的使用，那可以大幅提升孩子的這個 AI 的學習能力。那這個讓我們差異化教學能夠徹底落實，讓孩子都能有受到最好的教育。校長表示，志凱國小對112年完成南棟的校舍改建以後，在市府教育局甲着議員的支持下，總共開了8100多萬，才完成北棟的改建。今天能夠順利的來完成，其實是真的天時地利人和。那再一次非常感謝大家。那新校舍完工代表學校的新的里程碑，是一個新的開始。那我們希望學生在就像剛才是5年級學生，因為6年級已經畢業了，所以就是5年級一個接棒的一個過程，就像這樣一棒接一棒。在未來的校舍的完善，然後課程能夠如期的繼續來精進，那也感謝大家的支持。志凱國小的前身是台南空軍主題小學，是一座具有歷史傳承的校園。這屆北棟校舍全面的更新，嘛為學童提供更較優質的環境。預計9月開學就應該提供使用。離新學年開始，唔定提供更較好的教學環境。同時嘛，導入人工智慧甲着個人電腦的學習，
讓老師的教學更加順利，每一位學生都能夠受到上好的教育。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刷落來要帶大家對着在地人的腳步來去看創在街頭巷尾美食。一間開業超過30檔的牛北內湯，生理是好甲一開門排隊就排甲熱熱長，到底是什麼款的好滋味呢？咱做伙來去看賣。11點營業時間一到，老饕們紛紛準時趕來。不過10幾分鐘，店裡就已經擠滿一票饕客。開業超過30年的牛雜湯店，可以說是高人氣、高評價的在地美食，讓許多人一吃成主顧。對於這份新鮮美味，大力稱讚。這邊什麼我都喜歡吃，然後11點我就趕快要過來買了，要不然等一下11點10分就很多人就要等很久。我今天點白飯、小肉湯，還有炒麵，還有一個苦瓜牛肉，哦，就很軟，湯頭很鮮甜。它的牛肉很嫩，然後它的牛雜湯蠻多食材的，都要還沒開門就要來這裡等了。現在還沒11點就多人了。這裡的話，禮拜6日的話，現在是算比較前面的時間，所以比較少人。等下到中午的話會比較多。然後這裡的主要的話就是牛肉湯啊，還蠻鮮的。牛肉燴飯，我覺得蠻好吃的，還蠻大份的，而且又便宜。勺子上滿滿的牛雜湯配料，一塊又一塊的被老闆夾入碗中。招牌牛雜湯是店裡許多饕客的必點品項，再搭配上一盤牛肉炒麵，料多實在，醬香十足。光聞味道就已經讓人食指大動。這邊的東西很鮮，我們大部分都點那個牛肉燴飯跟那個牛肉炒麵。對，然後他們的牛雜湯很好喝，很鮮。那東西也都很嫩，都要排隊。然後如果沒有提早到，都要在那邊排很久。我們7點就準備了，7點就大家來備料了，就搞乾啊，因為是要給老顧客的好吃啊，新鮮食材啊，所以我們要處理得很乾淨，非常搞乾。用最樸實的美味收穫一眾饕客們的追隨。老字號牛雜湯每到用餐時刻總是座無虛席，多年來始終把關着的好味道，也成為在地人從小吃到大的美好記憶。記者洪俊傑、李品榮高雄報道。感謝你收看7月30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陳碧純，咱再會。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慢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
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暫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